龙头之星才艺比赛有内幕吗？我的天哪！2024年龙岩的花山节终于落下了帷幕，龙头之星才艺 PK 大赛也角逐出了最终的龙头奖得主。这次才艺 PK 各位选手展现的水准都非常高，赢得了省内外评委嘉宾的一致好评。但我也看到了很多网友质疑比赛有内幕，让获奖选手承受了很多网络暴力。在这里，九妹有必要站出来说两句。首先，这次比赛的奖金是我们自己掏腰包真金白银出的，目的就是激励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优秀人才敢于站在舞台上展示才艺，勇争龙头，并通过我们的舞台站上更高的平台。如果说有什么内定人选，那这个奖金最后颁发给的一定是我们的亲友或者认识的人。但拿走最终大奖的几个获奖得主，报名时都统一由我们的摄影师小姐姐对接，我甚至都没有他们的微信。说句惭愧的，因为一直忙于对接花山节工作，直到评分排序公布最终名单时，我才记住他们分别叫什么名字。其次，本次大赛评委是我们从不同地方请的不同领域的知名人士，他们有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国家一级演奏员杨胜文，有云南民族大学的苗族博士生导师陶自祥和陈悦博士，有文山苗学会的秘书长杨红印，也有全国龙舟女神大赛季军王建敏等等。各位老师都是第一次见到我们的选手，评分都客观公正，所有比分现场公开唱分。我虽作为活动主办方代表邀请他们来，但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辈名家，我都要敬畏3分，更无权干涉他们评分打分。我自己也是从小一路披荆斩棘，参加过大大小小上百次比赛，才一步步磨练走到了今天。自己对于比赛的内幕行为也是深恶痛绝，自然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最后，关于民族的问题，花山是苗族的花山，但今天也是全民族的盛会。我们从比赛一开始的宣传就没有限定民族条件，鼓励不同民族的优秀人才与我们交流 PK， 共享花山，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虽然如此，我们也欣慰地看到比赛选手不管才艺服饰如何，颁奖时都身穿民族服饰，以民族的形象见证高光时刻。另外，很多我非常看好但遗憾没有获奖的选手也不要气馁，你们精湛的才艺让九妹也自愧不如。一次比赛排名不能代表你们的全部，鸿鹄远志如朝阳初升，星光之火才刚刚点燃。在这里再次感谢所有同胞朋友们的关心，感谢所有龙头之星选手的精彩展现，感谢所有嘉宾评委千里迢迢赶来支持，因为有你们，今年的龙年花山节更加难忘而精彩。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内幕，那我们的初心就是最大的内幕。龙头之星的比赛只是一个起点，今后我们也会给所有获奖和未获奖的龙头之星选手们提供更多更高的舞台，更加努力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传承弘扬下去。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龙腾万里，星途坦荡。